樂善堂余近卿中學毅然屹立喺獅子山下，經歷歲月洗禮，培育咗一代又一代嘅余中人。呢一度見證咗無數學子嘅成長同蛻變，承載住無數夢想同希望。1969年，本校初創之時，校舍尚未落成，幸得嗇色園可立中學慷慨相助，借用課室，方得以開課。建校之初，建築材料費用驟增，幸得喺政府撥款同埋得到九龍樂善堂及余近卿先生鼎力支持，方能完工，並命名為樂善堂余近卿中學。為咗慶祝九龍樂善堂90週年紀念，本校於1970年12月15號隆重舉行開幕典禮，承蒙時任港督戴麟趾爵士親臨主禮，倍感榮幸。創校校長李思比博士為余中傾注30幾年嘅心血，奠定咗學校堅實嘅根基。喺佢嘅引領之下，余中為香港社會培育咗無數棟樑之才，桃李滿天下。跨越千禧，徐長峰校長以關愛為本，推動多元化教學，帶領余中不斷飛躍，訂立余中人素質12句人生格言，又設立官子明禮儀之家，培育學生品德。10年間，佢凝聚咗無數嘅校友，設立多項獎學金，惠澤後學，激勵師弟師妹奮發向上，追求卓越。新舊學制交接，吳鳳嫻校長緊隨教育改革，推行其他學習經歷計劃，透過豐富多元嘅活動，促進學生全面發展。科技創新教育大趨勢之下，劉振雄校長迎接創新浪潮，為余中寫下創科教育嘅新篇章。佢改善校園設施，設立余賽共生系統、海洋中心，令到余中成為全港 STEM 實驗教學嘅領航者。時至今日，余中仍然積極推動創新科技教育，與時俱進，為學生提供最優質嘅學習環境，幫助佢哋成就未來。與此同時，劉校長先後成立星夢計劃同埋迎曦計劃，帶領學生成為人生嘅追夢者。疫情過後，社會迎嚟新常態。凌思欣校長重建同推動價值教育，培養學生嘅品德同情操，為學生謀求出路。喺課程入面加入專業認證，為佢哋開闢更廣闊嘅前景，發掘自身潛能，建立正向價值觀，成為有為青年，迎接未來嘅挑戰。未來余中將會繼續秉持傳統精神，繼往開來，迎接求變求新嘅時代。我哋堅信每一位余中學子都能夠發揮潛能，貢獻社會，成為未來嘅棟樑。10年樹木，8年樹人。余中薪火相傳盡顯才，砥礪前行創未來。